45講周易第17篇隨震上坤下因變生變上澤類隨對上震下隨元亨利貞無咎。初九官有餘貞吉出門交有功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。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頭得利居貞。九四隨有禍貞凶有夫在道以明何咎吉。九五浮於家吉。上六推繫之乃從為之。王有亨於西山。澤類隨對上震下解澤上離下。澤係幽靜嘅水域，結構環境特別，內裏的生物各有常態。雷從上落到澤之下，引發澤極大波動。結構環境有變，澤內生物要存活，要變化以適應突變嘅。隨呢個字暫未在出土嘅甲骨文或者金文找到。金文大選隨說就係隨字係由月、行、足、浮、左組成，應該可以如此推測其意。月亮出現嘅時候係指晚間。浮山坡上掘或者踏出嘅階梯，供人行走。行可以去嘅路徑。足腳在地上行走，用左手緊持同埋固定物品，以便右手去加工，如堅定去輔助。解作晚間得到輔助，能在山坡上用腳走動，係靠階級帶領途徑。階級有變動，亦都要有變動啦。隨係因變生變，設法適應。澤類隨呢篇係周文王表述自身困境，佢被紂王困緊，形勢極險，不過係著作周易，設想良謀去解脫。隨係因變生變，主旨係事情若發生變化，審度是否需要改變，然有籌劃作出最好嘅應對。隨元亨利貞無咎。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因變生變。如果改變後仍會發展得好，便無需刻意改變。不過如果係要應變，便需要付出努力啦，才會得成果。改係正確，故此追查沒意思。初九官有餘貞吉出門交有功。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擔任政府職務嘅人肯承受改變，超越原定嘅界限，預定有好成果。方法係一從內裏走到外面，穿過出口嘅開關，如脱離限制；二同外界表示友好往來，便可以承受到成就同埋建設。以為官不應一成不變或與世隔絕，應當了解民間狀況，要親身探討，與人溝通交流。例證初九參考改善治水成功，親身了解應變成功。帝堯時洪水為患，堯派鲧治水。鲧採用堵塞嘅方法，邊處有洪水就到嗰裏堵，如此治水9年全無成效。鲧被流放到羽山就死去啦。舜改派鲧嘅兒子治禹治水，佢給咗父親失敗嘅原因改為疏導，引洪水出大海。佢治水13年，因為災情危急，3座家門而不入。禹治水有功，得舜禪讓帝位。禹係真確理解洪水為禍嘅原因，終成功治水。良謀一，勿固步自封同埋外界隔絕，應深入民間了解，與人溝通交流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。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聯繫冇德行不成大事嘅人，會丟掉有德行成大事嘅人，以任用無德才嘅人，便能留得住有德才嘅人啦。例證六二聯繫趙高，李斯慘死，攀附小人，自取滅亡。秦始皇有20幾個兒子，大兒子扶蘇為人敦厚，但係被李斯、趙高排擠，調退到盤田軍中去防衛匈奴。秦始皇出巡途中得病水氣，死前立趙扶蘇為王。趙高怕扶蘇記恨勾結李斯，
改召刺死扶蘇，另立胡亥。李斯為個人利益亦都集刑，後趙高獨攬專權，怕李斯會攀倒他，勸秦二世即胡亥把李斯氹問，再隨便羅列罪行，把李斯家族幾百人全部誅滅。趙高係無德才嘅人，怕扶蘇呢明君登位後對己不利，於是求李斯去應變。李斯師承孫子，悉發飽學，竟為私利，與宦官羅貝為奸，禍國殃民，自己亦都不得善終。良謀義疏遠冇德才嘅人，不如會失去有德才嘅人啊！六三係象書，失小子，隨有頭得利居征。答多文嘅意思係解作聯繫有德行成大事嘅人，會丟掉冇德行不成大事嘅人。呢種因變生變，目的係去發出需要幫助嘅訊息。如此做法會有失咗益，付出努力會得成果，為人建設係可以預計嘅。以重用有才德之人，放棄冇用之人，呢個轉變讓有需求嘅人會得助，亦都讓賢能知係明主而嚟相助。例正六三統一偉業鐵血政策，君臣之義同心同德。19世嘅時候，威廉一世要抗充軍備以統一德國，國會退絕通過籌軍費，佢於是任卑斯麥為相。卑斯麥出身貴族，只投忠君愛國，蔑視濫用自由為藉口。佢崇尚武力以達成國家強勢。聲援德意志指望嘅唔係自由主義，重大問題不係決於演說同埋投票，應取決於鐵與血。因軍事改革成功而得人民擁護，議會亦無可奈何。解除咗內部問題，佢先後向丹麥、奧地利、法國開戰，取得勝利，又吞併咗一些德意志小邦，打敗法國，激發德意志人民嘅愛國情緒，邦國紛紛加盟，德國終於成功統一。卑斯麥只效忠德王，為統一德國力排眾議，實施鐵血政策，君臣志同道合，互相扶持，勇往直前，終於成功。良謀三用有德才嘅人，摒棄所有冇德才嘅人，成事後變得人信任啦。9四隨有獲真空，有夫在道，以明何咎？答多文嘅意思就係、因變生變，係想承受到利益而去捕捉，如此愚計係無知，做不好有危險。應秉誠信，合乎人所處嘅位置，用方法去引領進行，如用光照令，能清楚查察檢討。以因變生變並非求取個人利益，否則利欲分心。應該係秉持誠信，才不會蒙蔽理智。例正9四司馬篡位，不得久享，被無實學，渾水摸魚，終告失敗。三國時魏國被司馬氏家族暗裏蠶食，曹操死後，曹丕計劃散漢，6年後就死咗啦。曹睿成為魏明帝，佢大興土木，許多名臣都來規勸，只有司馬遠從不反對。明帝早死，傳位俾曹芳，大權就交俾司馬懿同埋親戚曹爽。司馬懿想盡量掌握，於是裝病詐傻扮老懵，趁曹爽不在意，馬上發動兵變，殺害從事族人同埋黨羽。司馬懿死後，司馬師、司馬昭相繼執位。司馬昭做咗丞相，先廢曹芳，由曹髦繼立。後來又逼曹髦反抗，借機殺害。繼位嘅曹奐即係傀儡，終被司馬昭篡位。司馬懿被曹沖器重，卻欺曹氏子幼，不斷策變嚟趁火打劫。司馬家族只識謀朝篡位，而冇自覺嘅德行，奪來嘅江山很快就完蛋，族人不得善終。良謀四趁變動混水摸魚，從中取利，必招禍咎。秉守道義去分析此理，才不會有機心同埋偏私。下一講會繼續解說餘下嘅隨，並引用3個現代嘅史實演繹隨嘅良謀。下一講見啦。